好咁啊，又講賽馬貼士啊。3號啊，暴風雷第一場，第二場呢就3號啊，自動自覺，第三場呢就12號啊，長勝將軍，第四場啊7號長勝力區。咁啊，第5場啊1號加州活力，第6場啊2號啊東來欣賞，第7場啊2號馬力，第8場啊咁咧2號朝朝醒，咁啊第9場啊就3號連冠王。咁咧就9場賽事就講完啦。咁啊，但係咧，我要提醒啊，咁咧其實咧就嗰啲數據咧都係啱啱開始改嘅啫。咁啊，即係暫時嚟講咧就唔能夠大注嘅，亦都冇信心咧令到佢每個賽馬日咧有一場 win 嘅嚇，冇信心。咁啊，因為咧啲數據都係啱啱改嘅啫。咁啊，大家清晰啦。